因为真叫感谢一下张妈妈感恩的心，感谢我重录起来，等下来试节目啦。就係因為我去唱寫是對我係有非人教育啦，吼，所以假使我冇認定哦，可能你係冇錯咯，我講笑啦，冇按認真嘅，哦，係，不過係因為按樣嘅教育，所以是本我知道我原來上圖吼非常高，等於差唔多算係200分嘅等級啦。哎呦，切假講，咩真緊哦，因為本人欺負嘅書者，假使已經達到我跳檔哦，我真緊唔敢出聲音，可能病到性灌毒啊，其他感覺動艱苦嘅哦，因為按樣嘢我唔敢講出來，所以我後來是想講，哦，因為我媽媽啊，張媽媽有教我，她說蛇不怨哈，亂太喵，君子報仇10年不晚，嘿，君子報仇10年不晚，哦，所以假使我實力哈冇拄好啊，我唔敢哈直接落去攻擊。不敢出痛，不敢碰手啊！嘿，我定嘅實力吼超過幾個師姐咯，我就會感覺講，佢算嘛個小朋友啊，咁就會插機咧啊！因為有自細哦，爸爸媽媽是會講一句：女婿風平浪靜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。阿彌陀佛。橫批女一下世界太唔通，所以哦自細是咪講講因為該。有買事情啊，莫下上多，莫按衝本，係啊！你嚟不空哦，嚟係該時啊，你一下可能講莫干莫散，可能哦該效果會凍飲出嘛。還有哦，你下出社會嘅是啲哦，社會雖然講你係正確嘅，不過咧，在這個社會上，正義不等於真理。哦，我後輩父母是攞去鄉下大咧，佢生活習慣是以後唔夠嘴動快。動快少，動快聽形容，可能差唔多。唔 thank you。你有看到他變懵嗎？很真實的翻白眼。佢是為下班嘅時節轉來，佢是為講，個天愛按歐做，佢每幾年點下唔會數係冇，花愛千去失陪，唔會變數係冇。佢講笑嘅，唔講愛一秒暴怒，然後就小朋友又跑出來，係因為佢讓伊當做灰姑娘感覺，係咪？所以你感覺都冇送爽啊。係啊，唔過佢是。靠困愛本阿個容兒啦，是其他啦。哎，我怎麼感覺又蒼然嘅感覺？要不然個土團嘅時間，大家啲人土團啊，特別土個學生啊出去嘅時間，該有時候我一擺該經理啊，又在經理，其實都難相處啊。然後當個群音魔嘅嗰種，木做變到天堂嘅嗰種。是叫概念啊。天公伯啊。可能天公媽啦嗬。不過咧，該時嗰啲出去嘅時間，該學生啊暗部頭啲該盤量啲袂需要插風嘛。插風插梯嘅時候，大家轉落開費。那轉落啲該拉比等大家嘅時間哦，等到差唔多咯。其實韓國咧兩邊問過，你都要插風嗎？有認真嗎？有啊，當然有啊。其實按但摩擦，你是兩種嘴，佢按面嘅撲兩下，你是兩種嘴。唔係動態嚟嘅，鏘鏘嘅，你是兩種嘴。你還比上個面。該是大家全部嘅想法是讓你了下出容。感覺快睇咧，該空氣嘅冰啲麼？還有凍到嗰種學種啊，咁快咧，該真緊哦，會出大事情嘅。我真需要凍上薄啊，唔過該是上個薄啊，些豆兩片做出來嘅時間，該上唔做唔得咯，該現場啊凍到該學題學妹啲兩片，做唔得本幾條下面是唔好嘅榜樣，所以該是應運下來，你下上應該感覺。很不可思議，你知道嗎？係啊，切腿做唔得按應對應咯，對冇？而家用做嘅高級嘅，係啊。係啊，可能佢意思係講，你要插嗎？我要加倍。好了，謝謝。好嘞啊，我真的是唔對個講法改，這個冷王哈，撒哈是你啦，冷王，哦，這起價走個動動。而家係機械2.0，你都機械嚟。剛好盛起吧，哈，也沒有，因為我睇到白冇做主區之前，我又是做政府嘅架構，你下可能大家又都因為啲。有一個學生哦，唔係月結，佢係白送口之後，
月结1个月结一次啦。什么东西月结？月结啦，付年金就100，年章也付100啦。錯。咁啊，家學生嘅佢係日結就係雙體以後，其實我就會攞加咩2千2學費咁樣，因為我係日結嘛，所以我就記咗動到白，差唔多可能400、500，應該是窮下算半機。他就說：“你重點算唔錯嘅哦，你應該是算錯了，冇可能按到錢哦。”然後就老講，怎麼敢用可能啊？我就算得很清楚了，幾月幾號，那記得清清楚楚啊。他就說不可能，你沒有騙錢，你是不是要斂我的財啊？日間係嗎？冇夠你啦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說，為到按少給錢，其實他很算動夠啊，不過就是他這樣子講我講得很難聽，所以我就要講，其實要講，哦，冇啥用，俺反正冇的呀，就冇的呀，好，俺冇那的呀。天來雨，馬該獨夢相愛。兩妹都嚟衝衝。好嘞。我知道我想喺當灣原來嘅人啊，脾氣當好，唔可能我做灣原來嘅事情呢，就係等待一件事情。嘿，因為我去講吼，我知道等待其實就係等嘛，等嘅時間。喺個我冇事情嘅話，其實我當灣原來朋友蠻多啊，又係有上司啊，叫乜嘅事情啊，排死等我一下好冇就好冇問題。因為其實重點喺我去講嘅係會蠻多嘅人啊。咁所以呢，我就知道喺個外圍蠻多嘅話。外面原來朋友蠻多，韓國喺個外圍同位標朋友標調嘅嘛，嗬，原來係標幾調嘅咁樣，係，嗰時我所我最揾原來嘅事情就係等睇韓國朋友有上時係標調嘅，我就做這呀，標100，還沒有標100，係，做就係用嚟，以牙還牙嘛，係啊，一係鋪朋友才用哦，但係呢，藝員啊，也件事情做啲天數藝慎重啊，做啲你嘅目標係強化法，藝做做人藝，比如講，係啲學校先生天數訓練你練功，可能先生徛棍嚟打你，係為到你做啲進步，藝講我藝做做人藝，因為你先生係為到藝好，唔係惡意去重傷藝啦。韓國可能一下出外見啊，有段時間拖延就發現啊，會嘛，唔講你藝會感覺拖延係為到鏡頭好，為到藝好，藝做人藝，因為藝感覺一下就係為到藝設計未來更好。那隻拖延有嗎？冇，全部都懂好懂朋友，藝愛拖延。阿志嘅意思就係講嚇，誒你條版本講嘛，人愛人大落，貨愛人點錯，所以那種係愛人更大落，其實我慎重嘅人，我就需要拜託，趕快再多打我一拳，大愛，真嘅，因為下方有講年輕好就食水就會甜，年輕唔好食埋嘅東西就苦毒，所以咧個年輕真嘅係當複雜，因為東西要去經營嘅一部分，真嘅我食嘢哦，尤其白強哦，注意哈。已經離婚了，大把廣東買事情，宣布用鑼鼓鶯煙講，因為我是鑼鼓鶯煙小王子，因為我係鑼鼓鶯。其實那個原來吼，你阿只價值觀係來自哪裡？就係家下而家可以創嘅時間就從呢一條歌曲，選景地背多，大家看選景哦，變到最美哦，會有這個愛的真理，愛嘅真諦啦吼。你阿條歌曲愛唱係冇？來預備起。愛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他說啊，你看體日記是寫到重點咧，愛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有，做咧，所以愛那假使佢冇按重要哦，佢用辦法本人寫到個選景地背度，有更加本人寫到體日記，所以對我來講吼，愛真的是很久忍耐。愛是什麼呢？係不原來係乜嘅咧？就係愛，因為愛，所以愛。可能呢，佢有情緒啦，藝咩有情緒嘅，唔過一下時間呢，你有嘛去思考一下，冇。我一下嘅情緒來，我喺本我嘅情緒揸到咧，其實我感受冇按欠。嗰時候你就本起個第一時間，然後情緒升下去16度，嘔出來過後，因為先上嘅高數咧，咁你就發現到，其實要在感受誒，沒冇按嚴重啊，按用驗看，其實一件事情沒冇按難處理，就是會慢慢處理。採過來睇三隻步數，你真係調前呢，給情緒來，你沒冇辦法將佢跌落去，再過來呢，情緒來，你嘅情緒來，咩嘔唔出去，我用個啥咧？就先你都其實量係冇，都得。
就先将亚件事情呢变得顺风，因为亚下要面对亚件事情就唔爽快嘛，可能我就会想讲去做其他重要嘅事情，可能我就会去食蜂酒啊，食秘魯啊，雞酒屋啊，對呀，雞酒屋嘛，係唱過嚟可能去洗身啊，去洗神，做乜會洗神啊？心情好咩？男朋友啊，還有上台上公，有啊。